啦，得啦，要返歸啦。希望唔使過渡輪啊！有條友算有啩，應該過吉拉渡輪。呢條靚養路，仲喺呢個都政府喺度施工擴闊呢條路，喺路面呢個一般般啦。邊啊？再等5公里路。呢條路線真係自己走呢架先走過嚟，希望唔使過渡輪啦，有指引自己其他路線。呢輪要等太耐。嗰條黃花公路啊，哇！唔知而家渡輪過冇？因為11點過咯，11點過啲啦。依家喺英脊嗰邊，先龍騰嗰邊，依家都轉翻到啲英脊呢邊，英脊林拉，好靜，高低喺呢隻氹龍拉嗰啲路係點啊？又好啊！路況一般般，有失段咪真係城市，有屬於城市嘅啫，即係自己咁嘅感覺，好奇怪，或者自己係新醫師、長醫師喺題外區喎，係嗰啲區嘅嗰邊有少少。有少少點樣啦，感覺咧，好似有啲鬱悶嘅感覺，有少少鬱悶嘅感覺，咪好似好期望要翻到自己嘅地方。喂，
有兩位後生哥哥，後生哥阿哥姐同埋阿小姐，見我我或者喺度走下下冇，但係係屬於本地人，同係本地人，咁樣就係本地人。見到自己喺度，仲係走緊新路上，咁深夜就喺路上走緊。我問自己喺邊度嚟嘅？我話你11棍過嚟嘅。你交乜嘢咁犀利啊？我交手機啦。我話咁樣啦，佢話我好生啊，已經跟住走啦。到渡輪接我渡輪噶啦，應該有渡輪過我啦。係啊，呢個時候真係冇邊個接呢單走到呢度嘅，真係冇人接㗎，自己認為先8點幾接走嘅。哇！呢個斜坡，呢個斜坡咪好高，好。呢個路好直，呢段比較路況比較好啊，比較直。好在街燈都係夠亮夠光，唔係話真係啲地方有真係，因為又想當年啊，即係當年呢啲地方應該冇乜街燈，黑入邊㗎你真係。政府近呢20年嚟，公路上啲街燈都好充足，電量充足，街燈都設施都好，都佈置得好合理啊！再走咗300米嘅話，就轉咗入永好緊，永好緊即係西貢市中心有條街永好緊嘅。再等1公里路，好似你好近。唔好意思，風聲比較大，應該因為個咪入咗廠，未修整好，錄音比較差咗啲。又會好緊嘅圓環處都佈置得多，啲迎春節就佈置得幾有特色，高咗嚟啊！即成個山丘咁樣。應該渡輪都好開通宵喎，應該。
呢度入嗰度有啲位置，咁都坑。啊，呢度過。轉錯位少少，唔緊要。要新的應該都不疼。又遠咗，已經過嚟，已經走過嚟嗰條街，我翻去咯，跟住轉一條，華新一條路。有，啊！呢條街好在幾好走，新開闢嘅。準開60公里啊！個時速。路面鋪設得好嘅，開始啱啱中直。做緊喺7B 咯，應該啲人等咗1.2公里路咧。呢度開闢之後啦，呢度將會有好多地喺度可以發展嗰啲公寓啦，發展個新城市就話叫做個新城市。即係衛星城市咁嘅，可以講。做過啲開闢好嘅，發展個衛星城市。路上啲路線啊，啱啱畫上嘅啲好新。通道，你直接通過去。有翻個舊路、細路位，新路未接上。接上高架嘅。
度就差一啲。煙塵滾滾，呢啲嘢都有呢種施工緊，好多工程嘅施工緊。慢慢走，有啲氹，燈光唔夠。好，上嗰個一條新路。30幾公里路，屋企正，有果子。哇！呢條路要抌得4公里，屋企正。即係舊時都係省路。省路名69號省路，呢個叫屈體站。啊，一路豎落去啦，一路豎落去。咁樣，仲有4公里路啦，到盡頭，已經可以歸航啦，翻去咯。咁咗成10公里路，冇牛佢，啲師爺檔。有街市。夜晚自己都係小心走，唔敢開咁快。呢個省路路比較細，居民如果嗰啲居民已經冇得休息㗎啦，閉門休息㗎啦。
日頭嘅話，呢度居民出入都有好多橫穿過嚟嘅話，可以咁大路上有都有好多車，上班又好，或者出街都好，可以攞雞腸。哇！呢位快遞哥咁走緊喎，呢個時候交應該唔會交啩？呢個時候交邊有交到咩？啲客市民嗰個3年休息㗎啦。將嗰啲物件由呢間快遞又轉移咗到第二間快遞站，即係咁樣。有1.8公里。而家就待個深夜渡輪華格拉。等緊渡輪過嚟。過返對岸嗰邊去，歸航我哋，咁歸航。等對岸個渡輪過嚟之後先開閘咪呢個返過去。人生第一次深夜搭深夜渡輪啊！好多嘢都係第一次嘅。點解呢度唔係政府唔整一條橋橫過呢邊呢？市民都有好多需求喎，希望日後都政府都有咁樣計劃啦。因為再過幾年後或者都會有咁樣計劃。對岸啲轉渡輪又過嚟啦，車流會過，我哋要多自己過去，我哋學習多自己過去。呢度交通需求都好大，咁嘅政府呢度辦法做翻條橋過呢條河咁。對外係貨櫃碼頭，中間嘅貨物碼頭，中間嘅貨櫃碼頭。呢個都剩翻條橋邊度真係，只係10分鐘個航道啫。
卸緊貨，應該呢個貨櫃船卸緊貨。呢個貨櫃碼頭距離我哋個堤岸區20公里路，都係算緊嘅。唉，拍岸。